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之下，政府近年積極引入組裝合成法，宣稱能夠好似砌積木一樣加快建設電梯嘅工程進度，並且節省成本。但呢項科技落戶到社區，係咪又真係可以做到慳時間慳成本呢？而組裝合成法嘅背後，到底隱藏住點樣嘅成本帳單？歡迎收睇議會開箱，我係李思朗，我係黃宗偉。近年政府咧喺各大基建工程都力推 MIC， 即係組裝合成建築法。人人暢道通行咧，其實呢個計劃咧已經實施咗10幾年㗎啦。有啲地方咧一直都未見有升降機，有啲地方咧起咗好多年都未完成，有啲地方已經爭取緊第2部升降機啦。嗱，到底組裝合成法可以點樣幫助到個計劃加快進度呢？喺理論嘅層面，組裝合成法能夠減少現場施工嘅時間，甚至能夠節省成本。但係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陳紹雄議員就針對呢一個慳錢嘅講法，向局方提出咗最直接嘅靈魂拷問。樂華邨振華道嘅升降機屬於人人暢道通行之下嘅項目之一，由2019年開始動工，但係去到2025年先至完工。去到2026年啦，周邊嘅圍板仍然未拆封，今日更加暫停咗運作。陳紹雄議員喺事務委員會上要求局方交代組裝合成建築法同埋傳統建築法嘅成本效益比較。但係隨住組裝合成建築法廣泛使用嘅話，係咪已經出現咗規模效益呢？會令到個邊際價格有下降嘅空間。咁一路嚟計，我都想政府係提供一啲數字去，如果採用咗組裝合成造價嘅話，相比傳統方法，除咗快咗時間之外，兩者嘅差價係幾多呢？咁我哋其實而家咧就總共有3份嘅合約咧係用咗組裝合成嘅，咁的確頭嗰2份嘅合約嘅組裝合成嘅造價咧係比傳統嘅建築方法嘅成本係高嘅，但係我哋見到咧第3份嘅合約咧，其實佢嗰個造價咧已經係明顯下降到一個地步咧，其實係同傳統方法嘅造價咧係相若嘅。咁呢一個我哋希望將來越嚟用得多嘅時候咧，嗰個造價會更加係下降啦。根據局方提交俾事務委員會嘅文件，雖然組裝合成建築法可以節省現場灌漿嘅時間，但係具體嘅工程進度仍然會受到處理複雜地底公用設施改道工程同電力公司協調提供電力供應等眾多因素而有所影響。好多人人暢道通行嘅項目咧，預計竣工日期咧都排到2027或者2028年。到底 MIC 係咪真係能夠做到提速提效、節省成本呢？定係還是好似有議員提到，起完之後2-3日就故障，令到市民得物無所用？議會開箱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多謝收睇議會開箱，再見。